后来继续来看南投水里民生桥改建的工程，因为征收用地使用项目也未来变更，这个工程无法度按照规定年底进行来完工。南投县政府只好甲民生桥的改建工程案来甲注销，这个专业补助款7000万嘛封收等于咯。这个消息一传登来到水里，乡亲拢感觉真可笑。本来打算今年动工年底就使完工的水里乡民生桥的改建工程，已经确定短时间内无度中建啊，在地人感觉真无彩。我这水里这个民生桥是阮水里非常的重要的一板桥，这建筑到这已经有40-50年啊。因为桥实在很不稳，就有摇晃的感觉。说实在，它已经很老了，我们希望它能够早日重建啊。徛伫民生桥下征收土地都市计划使用类别也未变更，县府工务处只好先将整个工程案甲经费拢注销。有2位地主不愿意协议架构，然后走征收路线，把征收计划送到内政部以后，发觉这个土地的使用类别为河川地兼道路，被内政部退回哈。水里乡民生桥伫108年就被列为是危险的桥梁，拆掉重建是上解好的办法。即马，卡伫种种原因，重建案将会无限期的拖延。